这个是台湾的 T 恤，哎，对，观光客最喜欢买的。对，台湾的 LV 现在这个卖得很好，冰箱贴啊，有那个珍珠奶茶，好像也快10年了没有陆客进来嘛。我觉得如果说对台湾的观光有那个经济效应的话，当然是很好。毕竟你看我们出国，我们台湾人出国，尤其日本，我们一年去了大概有600-700万，可是我们进来的观光客好像很少。如果陆客进来的话，不管是饭店业啦、游览车业啦，都应该会有帮助。陆客蛮有名的高雄的文殊堂啊，也有台北玉林都。对啊，拢是嘿，啊，地理嘛有。